生意还是开的最好的那种。昨天开了那个试了一下，左右声道前后那个完全感觉不一样，还是这个全景，比较适合那个演唱会啊，像这种广场舞啊那种，就很适合那种。消息。找不到了。
呀，这纯粹来人比较少哎。我为什么听的是？这样，这还可以哦。啊，才20多度啊。都穿了黑色的衣服。走马这里啊，等会儿来了就全跟你一样的啊，参赛都会跳。对，他跑后面去了那些。小罗来了。另外这个另一个不是啊，我不是，不好意思，不认识。他来了几次，没问问他的名字。那强巴大叔都穿了帐服、帐篷。
相国之声。很久没跳这个了，有几天很多天没跳这个相国之声了，每天都跳地了。绿衣服那个叫啥名字？没问，我忘了。不是，不好意思，没问，我问他。正在谁
卡的话得看素品嘛，素品肯定都开了，海景素品都有啊。我今天拍的近一点，然后应该今天拍的8K，8K 的话成。
si ca ơi đi na si bây giờ đi là hai tung si nhớ mà nhớ
전체 부지 유조 도통 초체적이 너자 살모 보통 야수 사이 거제 야수 양대 주고 고반나바 그런 나시비 녀마 호조비 녀마 허성소비 녀마들아 호야고제 카바 점수
够高，什么情况？
那个是因为越来越少了，啊，拍的人越来越少了哈，那个啊拍的人越来越少了。你来嘛今天？哦，我那也不说了，现在。对，他其实每天就7、8个、8个，就是跑区晓得，就陆续我们差不多了。现在8克都一直过热呀，受不了了，跑了50多分钟了，45左右。那个之前是那个扎西拉姆和那个康佐在前面一点点，通过去搜了一下，就是他说那个前面位置是团队的，然后他们自己就在第2圈去了，没什么也没啥。我们就去搜了一下，好像我们就说一个没说啥，没什么影响啊。他们也知道前面是团队的，这个不用纠结那个。他们现在也在后面，还是后面站在跳，不影响。你看嘛，康佐和扎西拉姆，还有开旭、古加莫、丽丽，这个不存在在后面前面领舞的嘛。康佐来的很少，印象中只来了几次。我为什么那个肯定是一直有15%了呢？看那个8K 能不能坚持完哦，已经过热应该15分钟左右了。
800嘛，提前过了1 800。分钟了。800吧，那个是就是那个，你看你拿不得生鱼。还可以坚持到1个小时左右，基本上8K拍夏天拍1个小时。没有了，刚刚59分钟，8K，刚刚差1分钟60分钟。还今天还可以。Hello， 哎，那个6月哦，没有上，6月11号，啊，还早，哎，刚刚是高考之后吧。谢谢家人们，咱们的关注。你也喜欢喝那个海鲜？我今天来那个，看有什么？有。玲玲这几天上安逸了。有很多。你晚上都在下班之后都在铺子上吗？对呀，为了忙其他的事情。哦，我你在铺子上帮忙哎，这个啊，
还有回去那个，很能上我位置，很少会雪碧。前位置，前的，草包里面。哦，不好意思。哎呦，这个相机各自了这么久，一直一关机的还可以哈，坚持了将近15分钟。8K，我就等 A1 出8K60，现在8K30。其实没有区别的，我拍的话，只是你动作慢一点的话，就效果还是非常好。60。有病吧？你这样。你强巴大叔今天穿的很厚，不是很厚，就是他穿的服装。那个包包。加一点。哇塞，这相机好烫啊！哇，好烫！感觉我相机应该40-50斤。他来超过来吗？我给他打电话打哪里去？张太平嘛。那些讲他，马上，要不那个就使用啊，他去哪使用？经济场景还多，他不用。那么讲我们还只使用。我以为你撞车了。哎呀，真的我服了他了，真的。这个没很久的。好些哟。你衣服还穿还是有点厚啊，短袖还是2块多了哈。这样你看全身前面都湿了。哎，就是心我出点汗舒服，我感冒了前几天。感冒出汗就对了嘛？出点汗就出点汗就对了。你们不走我走了，真的我走了。走隔壁去。真的。他去哪里？我徒弟。也是这个。那你干嘛？拿什么皮给他这个干啥呢？哎，光有。不，9月份，23年9月份。哎呀，你们要走了？去商场耍噻。去商场耍。隔壁耍噻。哎，你拿音响了没？我没有，没带。我忘了带了，我给他们那拍的照片，我带着音响了。他们那边有啊。武警那边有啊。我小巷都去。就在2楼绝片嘛。对，那2楼是多到他去跑的。到处都有位置，到处都可以。小的屁股那儿有无音响嘛？没有，我没带音响。哎，他有，带了多。哦，你没带音响吗？有，代表。哦，应该有吧？没带。我也没带，我今晚上也忘带，我带相机了，但没带那个。哦。他拍作品。明天我不带来。在那边嘛，就在前面嘛，一边跳舞都在拍。对他们都在拍。都在拍，没事就在。都在拍，我们现在都在拍。没关系，我们有手机也行，反正到时候也配个音嘛。要配个音嘛。摩的。我没音响了，再可以去。走吧。旁边很多，旁边有很多。他没带。就在旁边嘛，就在广场里面有很多。你是吧？哎，我现在相机不发热了，没高温消失了已经。为啥？我全程用8K。我们一起去2楼嘛。是很平。超姐，拿这个2G，再几个我记得放了。OK。